讲到绿岛，也就是火烧岛，是真侪人想到的，拢是去遐畅水、洗温泉好所在。因过其实，伫遮的绿岛监狱也记录着维权的历史。当地也已经举办到第5届的绿岛人权艺术季，有展出真侪政治犯的故事。因暗7点半，青春咱的网节目，就带大家做伙来看无共面向的绿岛。就是一个弯弯的弓的形状，动作较大哎。有，真的飞起来了。有。休抓去绿岛的人真侪，虽然甲疫情的期间来比，大过时阵一个月有6万人次，即嘛有小可较少。毋过在地第一个景观，甲神秘的海底世界，也是向各地游客来遮行踏。有袂少少年人选择来遮做山工活大俗，互因有一个真难忘抓人的记忆。我伫4、5年前的时阵，就来遮打工换宿过，是后来就介意遮的生活，所以找一个机会留伫遮做工课。绿岛伊出名的所在就是伊的海底啊，伊海底有足侪点，拢是一定爱去的所在。镜头换来看绿岛的旧感觉，遮当咧举行2年1届的绿岛人权艺术季，今年有23个国内外的艺术创作者来参与，应用影像、画作、甲装置艺术来呈现幼年关爱行动甲思想，遮个幼稚为自由奉献的岁月。流麻沟15号的女主角的迄个曲库的原型，我细汉的时阵，其实伊大概甲伊见面，伊拢会包红包互我，顶头就写讲，我希望你好好大汉。艺术家伊就找这我今下的少年家来继续做伙来去把这作品做出来，大家拢也伫学，大家拢伫想。爱安怎去看这历史，所以讲这种较软性的美术的展览，可能是一个较好的，甲台湾人讲话的方法。为政治到艺术，时代变迁嘛呈现无共世代绿岛的模样。看茫茫的大海，是自由还是限制，需要亲身来体会。来火烧岛行踏的游客，每一年拢袂少。毋过留伫遮的少年人，因勇敢追求梦想的故事，也会伫遮继续写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